有一個人開車去健身室做運動，附近嗰啲停車位都泊滿晒，佢要喺隔2條街先至揾到個泊車位。嗰日天氣好熱，喺行緊去健身室嘅時候，佢全身流晒汗，一路喺度埋怨天氣咁熱，仲要行咁多路，心裏邊覺得好辛苦。入到健身室換過衫之後，佢開始喺跑步機上邊練習，跑到周身大汗都好開心，覺得咁樣運動對身體健康會有好多好處。運動完之後，佢再去桑拿房焗多啲汗，然後先至去沖涼，覺得非常之享受。同一個人喺同一日嘅身體經歷完全相同，但係究竟係享受定係受苦呢？好明顯係由自己嘅心嚟決定嘅。我哋嘅一切喜怒哀樂都係由個心製造出嚟嘅，就好似半杯水嗰個比喻。當你擁有半杯水嘅時候，唔理係消極咁樣覺得得返半杯水好慘，還是積極咁諗自己仲有半杯水好好彩，現實環境都係冇變嘅，杯裏邊都淨係嗰半杯水嘅啫。既然消極咁去擔心埋怨都唔會改變現實，咁點解唔積極咁面對，好好咁做落去呢？由此可見，跟住落嚟，我哋要生活喺天堂還是地獄，係絕對可以由自己嘅心去決定嘅。